来，乡亲继续来看这个农粮署推动国产茶仔油多元应用的计划，邀请到专业的总铺到全台湾10个农会来巡回，用各地农特产品甲茶仔油来结合，做出一道搁一道好食搁健康的茶仔油的料理。 国产的乌龙茶籽油配岛南在地农产，香喷喷的气味，拖到规个教室拢是。其实茶油的营养价值真悬，对人体嘛真有帮助。所以为这件代志，农粮署今年推动国产茶油的计划，邀请专业的都市来到全台湾10个农会巡回采采，利用各地农产倒打茶油，做好食搁健康的茶油料理。我们就是用这些食材跟苦茶油结合，然后做了8道的一个料理。其实台湾人拢会把苦茶油当作是保健食品较济，所以希望透过这摆计划，会当把苦茶油生活化，后面就会当大大使用，该掺落去料理。好食佮健康的茶油配岛南品质赞的农产品，会当讲是倒搭甲真好，嘛有大家食到上健康佮上营养的茶油料理。观众朋友，有一件事情不知道你们做了吗？那就是赶快来订阅我们的 CH52华视的频道，而且记得哦，一定要帮我们分享、按赞，还要开启小铃铛。